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2，旧历的11月初7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要来讲行路，一般咱拢惯势行大路的正平，但是有研究来显示，行路行正平，互机车弄到受伤大院的比例，比行倒平悬出着3倍。专家讲，行路往倒平行真正是较安全，因为行路行伫个倒平。 驾驶较会当注意到行人，行人本身嘛较有看到头前车咧来，若有危险，才知影爱来闪开。若伫个大路里，车来来去去，行到无真行道的路段，民众甲车前路一定爱真小心。台湾人习惯拢是靠正边行，路面的车有够多，随时该越头注意车况，真正互人看了真紧张。台北医学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，全台湾6冬来14382名行人，伫路面去机车弄到了后大院，内面大约有7%拢是顺向行的，这正向行路受伤大院只有2%。 以驾驶者来讲呢，他因为可以看清楚面向的行人的脸孔的话呢，他比较可以去意会到说这个行人是存在在路肩的。像我这样逆向走在路上，汽机车驾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我，行人也可以比较容易闪躲，万一不小心发生碰撞、发生受伤严重的程度也会低很多。 不过，台湾现行的法规只有规范伫人行道的，若是无人行道的，在往边行，无明确的规定讲是爱往正边，也是倒边。那我们长期宣导是面向来车靠边走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保持警觉哦，面对来车的时候能够保持安全性。交通局嘛讲未来建议中央会使有更较明确的法律规范，不过无论是单向向道，除了正向行以外，嘛使清查较森严的，上条唔通一边行一边用手机啊，才会当避免意外发生。